主后2025年6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人生无设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1到4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。伫凯撒利亚有一个人，名叫做哥尼流，是罗马军队叫做意大利营的军官。伊是虔诚的人，甲全家拢敬畏上帝。伊慷慨真济善车的犹太人，搁不时对上帝祈祷。有一日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伊伫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天使入来，甲伊叫哥尼流。伊甲天使直直上，非常惊吓，讲：主啊，什么代志？天使讲：你的祈祷甲真济，已经拢得到上帝欢喜接纳。打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作彼得的西门来。伊做人客，住伫范皮师傅西门的厝，伊的厝伫海边。对伊讲话的天使离开了后，哥尼流叫2个仆人甲一个平常伫侍候伊敬畏上帝的兵来，将这个代志拢甲因讲，就找因去约帕。隔日差不多中昼，这3个人行要到约帕的时，彼得爬去厝顶祈祷。伊腹肚枵，想要食，人伫为伊准备食物的时，伊入神，看见天开，有一个物件亲像一块大块布，四角头掉地，坠落来涂骹。内面有地上逐种的走兽、虫拖，甲空中的鸟类。有声对伊讲：彼得起来，摕来食。毋过彼得讲：主啊，绝对袂用得，我毋捌食有诶无清气的物。迄个声第2遍对伊讲：上帝予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有诶。这代志继续有3遍，迄个物件随时搁受倒转去天顶。彼得感觉奇怪，拄咧想这个异象是甚物意思的时，哥尼流找来的人已经找到西门的厝，来徛伫门口，大声问：有一个叫做彼得的西门住伫遮无？彼得还在想这个异象是甚物意思的时，圣神甲伊讲：有3个人来要找你，你起来落去，甲因做伙去，毋通丢除，因为因是我找来。彼得就落去见遐个人，甲因讲：我就是恁伫找的人，恁来有甚物贵事？因应讲：阮的长官哥尼流找阮来，伊是正直搁敬畏上帝的人，受全体犹太人的尊敬。伊得到圣天使的指示，来请你去因兜，要领受你的教示。彼得就请因入去，留因住遐过暝。隔日，彼得起来，甲因做伙去，嘛有几若个约帕的信徒做伙去。到隔日，因到凯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邀请伊的亲人甲朋友伫听候。彼得入去，哥尼流就进前迎接，趴伫伊的骹前，甲伊拜。彼得甲伊牵起来讲：起来，我家己嘛是人。彼得甲伊哪行哪讲话入去内面，看到真侪人已经聚集伫遐，就对因讲：恁知影，照阮的规定，犹太人袂用得甲外邦人交陪来往，
毋过上帝已经指示我，不论甚物族群的人，拢毋通看伊做无清气，也是有诶。所以，恁请我来，我无提时就来。当请问恁为着甚物代志请我来？哥尼流讲，4日前，拄即个时阵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我伫厝内伫祈祷的时，忽然有一个穿光影影的衫徛伫我的面前，讲：哥尼流，上帝已经有听见你的祈祷，嘛会记得你所做真济人的事。你着找人去约帕，请叫做彼得的西门来，伊做人客，住伫海边番皮师傅西门因兜。我就随时找人去请你来。当你来啦，实在真好。现在阮拢自责伫上帝面前，要听主命令你所要讲拢总的话。彼得开喙讲：当我确实知上帝无偏袒人，无论倒一个民族敬畏伊、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恁知以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。约翰传洗礼的道理以后，这福音有对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太全地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能力，甲伊抹油任命，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，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阮就是伊伫犹太六所在，甲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见证人，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第3日，上帝互伊搁活，搁互伊显现，毋是对所有的人，只有对阮这个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。阮捌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，甲伊做伙啉食。伊命令阮传福音互所有的人，证实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审判者。所有的先知拢为着伊做见证，讲信伊的人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。彼得还在讲话的时，圣神降临伫所有听道理的人。甲彼得对约帕做伙来，遐个受割礼的信徒拢大着惊，因为圣神的恩赐嘛有摒落伫外邦人的身上，因为因有听到遐人讲灵语，搁称赞上帝的伟大。然后彼得讲：这人甲咱共款，已经有领受圣神，敢有人会当禁止因领受水的洗礼？伊就命令因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洗礼。后来，因请彼得甲因搁住几若日。人生无设限。主耶稣伫上天以前，吩咐使徒爱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，直到天涯海角，为伊做见证。使徒认真回应主的命令，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，互因充满能力。因施行真侪新耶奇事，信主的人因为安尼日日增加。但是伫本章的讲述中间，彼得若亲像拄着一个难题，圣神感动伊向异族人传福音。原来彼得进前传福音的对象拢是犹太人，这对伊来讲并无困难，因为伫伊的观念中，
犹太人本是上帝的选民，用割礼作为甲上帝立约的圣洁记号。对彼得来讲，犹太人本来就是牵得耶稣救恩的群体，所以伊心甘情愿献上家己。但是圣神竟然爱伊向未受割礼、无洁净的异族人传福音。伊检采想讲，因是伫上帝救恩之外，未受眷顾的无洁净之人，我哪通去甲无洁净的人做伙斗阵呢？拄亲像彼得伫异象中对主讲，绝对袂用得，我毋捌食污秽无清气的物。彼得伫异象中的回应，显示伊忠诚地遵守犹太律法，而且有真侪应该的想法影响伊。对伊来讲，应该遵守律法，不只代表身份甲价值，也代表家己伫犹太社会是受认同接纳的人。为了巩固这会当带来成就感和安全感的物件，搁互家己伫犹太社会中无受讨厌和排斥，搁较加深彼得感觉应该鞭策家己搁较谨慎遵守律法，袂当违背律法的想法。安尼伊才堪得称做耶稣的好门徒。心理学家阿伯特·爱丽丝研究发现，人常常被应该、必须、绝对等非理性的信念影响，这个非理性的思考会造成错误的期待、解说、自我要求，搁带来自我怀疑。彼得就是被非理性的信念困住，直到伊无法度明白上帝平等看待所有人，因为安尼，上帝伫异象中一连三次互伊听见声音，就是要突破伊强硬化的成见。后来，彼得转念放下非理性的成见，就会当坦然对哥尼流甲伊的亲朋好友讲出家己真正的想法。对彼得的讲道，咱看到伊毋简单突破原本的境界，搁宣告耶稣基督是万人之主。伊明白，既然相信耶稣的人，拢通借着伊的名得到罪的赦免。其实，每一个人心中拢有境界。这个境界常常限制咱的视野和行为，就亲像彼得，伊捌对外邦人心存偏见，但是上帝透过异象改变伊，互伊成做搁较侪人的祝福。咱也需要受上帝改变，互上帝的异象进入咱的性命，更新咱无符合伊心意的信念。默想，我有倒一寡非理性的信念，常常互我当作标准，搁甲我的视野甲想法牵过条咧。我通安怎突破，互人生无设限？有倒一寡非理性的信念，常常互我当作标准，搁甲我的视野甲想法牵过条咧。我通安怎突破，互人生无设限？咱来祈祷，带予人自由的上帝，求你拍破我生命中的境界，改变我的思想和心态，帮助我摆脱遐个束缚我的限制，互我会当互你提升，搁活出你心中的美好计划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